小凡，你放心，等师兄帮你把天术的功法引出来，你就不会难受了。 一彩，你怎么了？你不要着急啊，我大哥说了会救人，就一定会救人的。你们葫芦里卖的什么药啊？这下我也被你们拖下水了。你不要生气嘛，是那妖人无恶不作，在这一带兴风作浪。我看兴风作浪的是你们吧？谁说的？我们虽然是妖，可我们从不害人。果然被我猜对了，你大哥也是妖。是啊，我全家都是妖，不过我跟我大哥吃素的。怎么了？没什么。你怎么会惹上天鹰阁的人，而且辈分还这么高？这事儿就说来话长了。我们本来在空幽竹林里面行医为生，换点米吃，没想到那妖人前不久也来了翡翠谷，居然也摆摊子看展，给山里百姓看病，简直是天理不容。有什么不妥？你们看你们的，他们看他们的，悬壶济世，哪里天理不容了？可他抢了我们的生意啊！抢了生意，我们就没饭吃，没饭吃我们就得饿死，怎么不是天理不容？你们不是修炼内丹，吸收天地灵气，还吃什么饭呢？人是铁，饭是钢，一顿不吃饿得慌。内丹要修，饭也要吃啊。难道你们修仙就不吃饭了？大哥，没有米吃了吗？没了，明天看点病赚点钱，再去买喽。那后来呢？后来我就找他理论，请他换个地方行医，谁知道他把我绑了起来，幸好被恩公你打跑了。现在他应该吃到教训了。吃没吃教训我不知道，反正我可是被你们给害惨了。师兄，人找到了。小凡，小凡，小凡，师兄。小凡跟师兄不见了。此地未有打斗的痕迹，想必性命无忧。你师弟应该是被什么人带走，猎户看见了，所以惨遭灭口。你师兄去追，应当都还活着。当年我在炼血堂卧底之时，发现他们的邪术不仅会影响身体，更容易侵蚀心智。现在下结论还言之过早，咱们这就分头去追，他们应该还没走远。
小凡，小凡！小七，你怎么样了？老大，我没事。脉象错乱，犹如江海翻腾。你师弟先是练功不得法，险些走火入魔，幸而中途得到过炉鼎之力，将他错乱的气息熔炼归一。 旧伤未愈，又添新伤。不久前是否有一种霸道功法输入过体内？是。在此之外，更是服用了发功的药物，导致你内气冲突，难以控制，濒临走火入魔的边缘。一仙，那现在该如何是好？外功是表，内力是里；外功是骨，内力是筋。这种功法强悍至极，一旦侵体。 便与奇经八脉融合，贸然抽出，十分危险。唯有查清这种功法的特性，再循序引导，与他体内的青云内力兼并相融，方能化解。在此之前，我会先用安魂香镇住他体内的内力。如果不贸然使用法术，行动应当无碍。但近期不可再服用任何丹药，以免弄巧成拙。如此这样，也比之前好很多，总算是控制住了。 下一步，再慢慢想办法吧。嗯。萧师兄呢？怎么回事？又不是月圆之夜。 怎么就在这里受化？原来我昏迷的时候发生了这么多事情啊！可不是嘛，你师兄为了找你都要急疯了。小七，谢谢你和你大哥救了我的命。哎，不谢了，恩公救了我的性命，你是恩公的师弟，也是我的恩公，都是应该的。不过，你要想谢我的话更好。怎么谢你？你想让我做什么？只要我能做到的都可以。你有带米吗？我现在快饿得不行了。我好像没有带米。 啊！不过，我可以给你做好吃的。我看外头是一片竹林，有竹笋和草菇吗？啊？在青云的时候啊，都是我做饭给他们吃，而且用的都是老母鸡熬的高汤。鸡？你还可以喝鸡汤，不过不要在我面前喝就好。小七，你是妖？ 现在才看出来啊！我是狐妖，不过我跟我大哥一起吃素的，都不吃鸡了。这么说，你大哥也是狐妖？是啊，我大哥有6条尾巴，修炼了1000年呢。不过我以前是个普通的小野狐，我娘被人做成了皮袄，
我哥又被人做成了狐帽，我弟弟是一个玩具，所以大哥收留了我，带我一起修炼。你大哥待你一定很好。是啊，我大哥在我这么小的时候就收养我。以前在小石镇的时候，大哥大嫂总吵架，大哥都是向着我的。你的家住在小池镇？但是，哎，靖宇，大哥，好点了吗？不是让你先歇着吗？怎么又在这里忙里忙外的？没事了。萧师兄呢？找不着萧师兄，但他修为不错。但之前他一个人在练血堂做卧底，想必也不会出什么大事吧？说不定过会儿就找来了，放心吧。哦，对了，在我离开猎户家之后，你醒过吗？你记不记得，你是被什么东西带走的？我一直在昏睡当中，恍惚里，我好像看见一个很大的怪物。可是我没有看见萧师兄，会不会他也碰到那个怪物，受了伤呢？那就是小七看见的怪物。是啊，那家伙有这么大，还有獠牙。快吃完熬药去。哦。多谢圣使出手相救。兽神之血未到月圆之夜，应当不会发作才对。你究竟做了什么，提前激发了兽血之力？在下也不懂。之前张小凡内功紊乱，我设法为他们运功疗伤，想必是一时疏忽大意，激发了这神功。张小凡、林惊羽，也罢。既然同路，你便密切监视张小凡的动向，如有不妥，随时禀报宗主。是。不过，无论怎么样，不得对张小凡下手，否则后果你懂的。是。不过圣使此次前来，可也是为了他们2个人。本座恰好路过而已，算你命不该绝。下次谨慎点。若再激发兽血之力，便自求多福吧。是。靖宇，你睡了吗？怎么，不舒服吗？不是，我是突然想起那个兽人，他为什么会出现在这里？难道是同一只吗？连你也判断不了，我就更不知道了。我猜，会不会是魔教豢养的怪物？可他为什么要去抓你呢？做什么呢？寄宿在一个猎户家里，他没事吧？哦，没事，他很好。你呀，不要胡思乱想了。我担心那个兽人劫走我的时候，萧师兄被打伤了。萧师兄是掌门真人的弟子，通天峰的首徒，自保能力是有的。
想必他可能是追丢了，现在还在找你吧？我当初就应该听你的，就不应该跟着来。我现在改变主意了，把你留在余都，交给叔叔我更不放心。起初看你没什么大碍，吃了萧师兄的药以后，反而内劲不受控制了。早知道就不应该吃那个药。没事，师兄也不是故意的，别责怪他了。医仙说，你曾经练功走火入魔，以仗炉鼎之力化解。炉鼎，是不是九仪鼎？那么你之前练习了什么功法？难不成除了青云功法之外，你还练习了别的？果真如此，你到底修习了什么功法？是不是那个黑色的法宝棍子？还是魔教功法？不是。那是什么？你为什么不说？静宇，我答应了那个人，谁都不能说。连我都不能说吗？静宇，你要是当我是兄弟的话，就应该相信我，我绝对没有修习任何魔教的法术。随你吧。反正此间事了，要是掌门查问起来，你也告诉他，什么都不能说吗？对不住了。什么人？我是什么人不打紧，不过是替一个老朋友来说一句话，请你到胡岐山做客，一尽宾主之欢。阁下是鬼王宗派来的，回去告诉你们宗主，6位隐姓埋名，不涉江湖，从今以后无论任何事，都与我毫无干系。抱歉。不涉江湖，那么焚香谷玄火潭下被镇压着的9尾天狐，也与你没关系吗？不过还可以换一个称呼，我们宗主想问你一句，想不想回去救你的亲娘？命数使然，强求无益，贸然前往也是徒劳无功。你走吧。今天你不走也得走，得罪了。什么人？原来是青龙魔教圣使。天音阁普空，什么风把你吹来了？今天在此修行，没想到这里又是妖又是青云弟子，连你魔教圣使也来了，真是够热闹的了。大哥，你没事吧？你要干什么？
小七，小凡，不要用法术。小凡，之前听信六位谎言，冒犯贵派普方大师，还请前辈原谅。年轻人行走江湖，不可冲动，凡事要三思而后行，知错就改，善莫大焉。况且，六位他也没做什么恶事，饶过他这回便是。你也不好好想一想，若真是妖孽为患，我那师弟又怎能容他在此安居呢？是弟子冒失。小凡他，张小凡，他身上现在有3股内力，相互不容，相互冲突，加上他又服用了大发之药，这一路上他能撑到现在，实属命大。3股内力，我问你，他身上出现那种奇异的符文，究竟是什么东西？年轻气盛，追求修为，想必他是学了什么不该学的秘诀。也罢，这事自有青云掌门理论，本座不参与置评。前辈，那功法并非小凡刻意去学，还请前辈指引一条明路。非是不愿，乃是不能。我用了50年的功力都没能驱除他体内的霸道功力，最后我是用了我天阴阁的禁咒之法，才将他此功力暂时封印。那该如何化解？化解之法嘛，有2个，一是废除他的全部功力，回青云重新修习；二嘛，是解铃还须系铃人，找回他学习功夫的原处，系统的修复，这样才能使他的内力据为己有。当真棘手。眼下只能缓一时之急，这也是没有办法的办法。这段时日，张小凡还可以再用法术，不过他随时可能再发作，所以万事要加倍小心。前辈救命之恩，晚辈和小凡无以为报。这世上，万事万物都有它自身的缘分。我派之人，与你们2位有着不解之缘。此话怎讲？你们办好手中之事，让张小凡去我天阴阁一趟。我天阴阁掌门普弘大师，或有化解之法。还有一事，掌门需要亲自告知。好点了吗？
治标不治本，得尽快找到第2卷天书啊！叫我去天鹰阁，会是什么事？之前也听阿相提起过。小凡，你到底和天鹰阁有什么牵扯？当年我下山之前，师父特意叮嘱过我，要是遇到草庙村遗孤，有一个青云弟子叫张小凡的，要我好好照顾。算了，这件事以后再说吧。我们先找到师兄，尽快找到第2卷天书。小凡，金宇，萧师兄，你没事吧？我没事啊。小凡，你怎么样？伤好点没有？哦，好多了。师兄，到底是怎么回事？小凡怎么突然被人劫走了？都是我这个做师兄的失职。前天夜里，我听到外面有动静，我就出去查看，结果回来之后发现小凡不见了。小凡，你还记得你是被谁带走的吗？我也记不清楚了，好像是一只黑色的怪物。黑色的怪物，有可能又是魔教从中作鬼。有此可能。哎，小凡，看你的精神，应该是没什么大碍了吧？师兄，我找到那位医仙了，他的确有妙手回春之术。小凡的伤已经全好了。是吗？原来真有遁世高人啊！找机会我们一定要当面答谢一下才行。医仙耗损了自己的修为，他需要闭关休息一段时日，让我们不要去打扰他。师兄，那个猎户老人家呢？哦，他早上已经出门去了。打扰了老人家，还没当面谢过呢。没事，我已经替我们谢过了。我们还是赶路要紧。那得去跟师门禀报一下吧。我今天上午已经回禀师门了，相信师尊已经快派人过来了。我们还是赶路要紧，找到天书才是最重要的。小狐狸，听姐姐的话，张嘴。啊，就吃一口。听姐姐的话，张嘴。啊，就吃一口。吃一口嘛，特别好吃哦。来，张嘴啊，就吃一口。吃一口嘛，听姐姐话，就吃一口。你吃一口，乖，吃一口，张嘴，张嘴，张嘴。哎，你是不是还不明白，这胡岐山到底谁是最大的呀？姑奶奶喂你，你居然敢不吃？你吃不吃？快张嘴，快你张嘴，吃，吃，你吃不吃？快点吃啊你！吃，喂狗也不能这么喂啊！要你管啊！给我吃！你吃不吃？哎，不许吐啊！吐出来我揍死你！怎么样，好吃吧？我说的没错吧？你慢点吃，看你大哥把你饿的。来，再吃一块。你要干什么？我就算吃你东西，我也不会投降的。我没让你投降，也不会让你做坏事。姐姐呢，就是想问你一点事情。哎，不管了，先吃了再说吧。啊。慢点，别噎着。要不要再吃一个？啊，但你小弟来此，只是想找你聊聊。如有得罪之处，还望海涵。在下只不过是只天生地养的狐狸，
与贵派从无瓜葛，只怕不是聊聊这么简单吧？此话差矣。说起来，捉精小痴也曾是天狐一族，生前与令堂情同姐妹，这一点，想必你不曾忘记吧？抱歉，那都是昔年恩怨，年岁太大了，忘得差不多了。九尾天狐被羁押在玄火潭之下这么久，身为他唯一的后人，你就这么不闻不问吗？你以为我不想吗？焚香谷机关重重，3次冒险进入都险些丧命，落得一身伤，迄今难愈。再贸然进入，不过是枉自送了性命。我娘自己说的，不让我再进去。苍生各有各的缘法，强求无益。焚香谷高手如云，危机重重，玄火潭之上又有上官策和云逸兰日夜看守。若这世上有一人可以全身而退，非你莫属。如今已经到了最后一步，何必轻言放弃呢？为此，我遍寻世间，寻来上古至宝一件——碧水寒梭。它可以抵御玄火潭的烈焰。思来想去，还是你最熟悉玄火潭的位置，所以才将你找来。想必这碧水寒梭，不是这么轻易就可以借给我的吧？当然是无条件给你使用，只是进入玄火潭救出令堂之后，我希望你顺便帮我取回一件镇在潭上的宝物。你想要玄火剑？小七去了山后出生地，胡岐山本就是他的家乡，不如暂时让他留下。毕竟焚香谷太危险，跟着你，只怕也是闯祸的多。小弟顽劣，就不留在鬼王宗讨你们嫌了。六尾大哥，小的时候，经常听我娘提起小白姨母和你，她在世的时候很想念你们。我也知道你，碧瑶吧？听小七说你救了小凡的事，谢谢你啊。你爹是鬼王，你为什么会对一个青云弟子如此关心？因为我欠他人情啊。如果他死了，我找谁还去啊？那你可得抓紧时间了。什么意思啊？他的功法紊乱，难以调节。若他妄动内息，再受外力的激发，保不准哪天就经脉寸断，性命难保了。想叙旧的话，要不多待几天？告辞了。人生天地间，忽如远行客，你与他，终究不是一路人，何苦呢？若不是为了救我，他也不至于被天书轻提。我放心不下。爹，真是女大不中留啊！表，你是鬼王宗的少主，就着这身打扮出去，碰见弟子们，多有不妥吧？爹，你要是同意我下山，我用得着穿成这样吗？那你的意思是怪爹拦着你去见心上人喽？心上人？什么心上人呀？爹，您是不是大半夜睡糊涂啦？
好，好，好，是心中牵挂难以放下之人。爹这回没说错吧？是不是青龙大哥跟您说的？我早就提醒过你，带张小凡来鬼王宗，否则以他青云弟子的功力，是难以驾驭天书之力的。果不其然。爹，我跟您说过了，他不会来的，您就别再为难他了。不想为难他，就是在为难爹。你应该知道，寻找天书关乎我们复兴大业，在这件事上，由不得你说了算。爹，我明白，可他是救我的人，我既不能做到不闻不问，也做不到恩将仇报。我必须要去看一眼，确认他没事，哪怕只是远远的看一眼。就是远远的看一眼吗？对呀，看看能不能帮他疗疗伤，顺便帮爹说服一下。如果能把他带回来，那不就皆大欢喜吗？你当真是这么想的？爹，你要相信我。爹已经派青龙和你右一前往东海，去寻找第2卷天书的下落。既然你执意要去找那小子，爹岂有知恩不报之理？爹送你去吧。爹，你是说让我去找天书，包括张小凡身上那一卷？别啊，你也不想让张小凡为难，但你是鬼王宗的少主，去找这个青云弟子，难免会面临敌对两难之境。去还是不去，爹不勉强你，你自己决定。爹，我已经决定好了，我去。你在干嘛？我没事啊。亏你还是青云弟子，还总是吹牛自己是个天才。就落水的工匠怎么不用法术？堂堂城主，弄得这么狼狈。哎，情况太危急了，我也没有想到嘛，把人救出来就不错了。只不过太狼狈了，有损我这潇洒倜傥的少城主形象，才躲到这里来贴膏药。你有当这个城主的自觉吗？这大事小事都要靠你，这么马虎受伤，不是让百姓和我爷爷担心吗？多亏这天河医馆的古铜贴膏，不然啊，看你怎么办。哎呀，小环，你看我这不是好好的吗？一点事都没有。你们这些青云弟子啊，总是仗着自己有些功法，爱逞强。小凡哥哥也是这样。哦，对了，也不知道他们到没到东海。应该快到了吧。总之呢，希望他们赶紧找到天书啊，回来帮帮我。别想了，就算找到回来了，也被你们那个萧大师兄拉回青云山了，哪里会回来余都？靠自己吧，城主大人。好，靠自己。你不是还在吗？一念成执着，沧海变荒漠，轮回中，我像飞鸟经过，记忆中停泊，点一盏烛火，那微光能否照亮寂寞？听雨声滴落，看花开。寂寞，叹昨日怎么只剩轮廓？难断的青涩，眸中的淡泊，一场梦，谁都无法触摸。我醉在尘世中。